使咗100萬韓元就係要反地心吸力。本來以為韓國醫美會中伏，結果好驚喜，去過先知真係大癲，睇落去就知。一落機我哋就直接飛去醫美診所，呢間係江南同明洞都有分店，環境光猛乾淨，超有安全感。室長小姐姐可以用中文諮詢，今次決定做膠原提升，Onda 減雙下巴，最後用 LDM 保濕舒緩一下，落個妝上埋藥，然後就開始做療程啦。院長醫生好 funny， 係咁講唔痛，仲介紹我哋去邊度玩，成個過程好安心。重點係醫生手勢好好，全程係快很準，打300發好似打咗600發咁，絕對唔係求其打，有幾下都真係飆晒眼水。最震撼嘅係打完即刻見效 ，jawline 出晒嚟，皮膚又 firm 又水潤，無紅無腫。完成之後會俾翻官方 QR code 去認證原廠正貨，而且價錢公開透明，中日韓價錢一樣，3個療程加埋都唔使7000蚊港紙，用支付寶仲有折，比起香港真係抵好多。做完有齊帶傻風筒俾你執翻好個樣，繼續戰鬥去 shopping， 我哋仲食埋醬蟹添。第2日已經可以上妝，我哋揾咗當地小姐姐陪拍，影靚相，塊面真係好 firm， 皮膚都好緊緻啊。所以醫美唔係想象中咁誇張，揀啱療程，價錢抵，復原快先叫值得。想知診所資訊留言關1，follow 我，下集帶你遊韓國 shopping 街拍。